修二级是这样子，是。所以他的。不过我这。感谢法王都这么照顾我们职工的生保，感谢法王。各位大家好，那今天我们简单的吉祥开光，我们在这里高雄开眼国学会仪式，那我们简单的完了，先我们做了一些出证仪式，然后再来我们做了习敬，再做了开光，那现在要求在这里安祈佛母的一个短的仪轨，口传。那这以前我先讲一点，短的有关佛法，好吗？当然很多台湾是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，像就是新加坡啊，还是那个马来西亚有很多佛教团体，但台湾是。从电视上也有很多法师，也有很多法师，很多寺庙，有很多机会你们受到很多传法，那我今天这个讲是简单的就佛法这两个词句的解释，
佛这个词句的解释，词的解释，法这个词的解释，简单的讲一下。那这个佛，我们中文里面或者是英文里面 Buddha， 它这个英文里面没办法翻译它的内容。同样我们中文里面也是佛。当我们提到佛的时候，就是想到就2560多年前在那个伦比尼诞生的释迦牟尼佛，就在我们前面坛城坐的这样一个显现出我们的眼前，更没有详细的它这个词句的内容就没有解释出来。但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，佛这个词句有两个词，桑耶两个词汇成的。其实这个范围里面有很多解释，有时候一个词句可以解释到10多个意思。那这样的时候呢，规定我们就不能翻译，就是要按照范文的了。就是说 Buddha， 是不是？现在英文里面只是 Buddha 或者是 Dharma， 就没办法解释更多的事情。但呢，为什么西藏里面可以解释呢？因为藏文是梵文里面分化出来的，就是7是时期，然后藏王彻松德也是这个嫁给唐朝的文成公主的那个先生，所以那个他派去印度，这个弄出一个完整的西藏的藏文，然后他用那个梵文的那个里面的学出来，梵文里面那个字母有50多个，然后把它缩小的30个，音母16个，把缩小的4个，现在英文一样，R E U L 就4个这样一个弄出来。这样一来呢，它就是本来的它是来源于那个梵文，所以它这个翻译成佛法的时候，很多是可以翻译出来的内容多。所以我现在讲这个佛这个词句，那佛这个桑耶，桑是桑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桑就是，比如说我们天空有很多这个云，然后这个桑就是去散掉，或者是我们要沉，就是要睡着的时候，我们要清醒了的意思，也就是 awake up 清醒。或者是 Buddha 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花要开的意思，所以开的、去掉的，就是清净的这样一些意思在那里。所以比喻在这里讲的话，我们在天空有一个很多的云，把这个去掉了以后呢，会什么呢？那就自然有的太阳和星星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第2个词句就是桑耶，然后那个也是耶，就是显现出来的意思，也就是发展出来的意思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比喻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一个人的讲的话，那当我们的无明以及烦恼的心去掉、散掉、清净掉以后，那我们自己有自然的有一个佛性，也就是它这个天空有自然的一种太阳一样，就显现出来了，就云散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无睹、无明去掉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有的本来有的佛性，佛开悟的一个种子，有一个佛性，这个每一个众生都有，很多佛经里面，一切众生这个有这个佛性，甚至一个
虫也有这个活性，所以这个显现出来了，就像太阳出来了一样显现出来了。所以这个佛的意思是，就这样一个意思。所以这样呢很简单，我们一方面佛法是很多这个philosophy 很多很广很深的很多可以讲了。那简单的话，是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我们清净掉我们的无明，清净掉我们不好的意念、不好的业障？这以后呢，我们就自然会显现出我们开悟，我们的心就要显现出来，是这个一个目的，就很简单。佛这个词句里面，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清掉我们不好的心、不好的习气、不好的业障，就是这个目的。然后这样一来，那我们就智慧就发展出来，我们的慧眼就显现出来了啊。所以这个慧，开慧眼的中心。就是这样显现出来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词句的解释。那佛来讲的话，佛它本身，现在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嘛修行的方面。但是佛来讲的话，那佛这个释迦牟尼佛，他是清除了一切业障，开了这个圆满的智慧，就像15的月亮一样，就圆满的 perfect attain Buddha， 所以这样一个叫做佛。所以这个佛的意思是这样的，简单的。那法又有英文里面是 Dharma， 再也没办法解释。那这个词当然这个我内容是很广的了。有12个简单的，很多讲劝你歇下那么的，那这些讲法，我把这个词句，那个这个藏文里面翻译是，称印，自己的确信查是，称印是吧？那词这个的了解过，但相当确实这个称印自己的确信查，这个法。藏文这个词句，持有它的意思，就是确这个意思是持有自己的一个特点，叫做法。也就是这个中文里面翻译的不说法，也就是世间一切法，持有世间一切法的一种法则、法律、法则的一种东西。那这个法则是什么呢？各有各的特点。比如说地就是很硬的，持有它的硬的特点。水呢，持有它的湿的特点。火呢，它是持有热的特点。风呢，就是要 moving， 是走动的，持有这样一个特点。那我们座位呢，就是持有它呀，我们坐的垫的一个扶起来的一个作用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的桌子呢，就是持有放东西在前面的东西。那今天我们这个喇叭呢，我们更听到的一个，持有各有各的特点的。所以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就是有各有各的特点，那这个叫做词句的这个解释。那更进一步把这个法这个解释一下的话，那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法都是一种讲的是因和果。电机的可是大概的因缘缘起法，是不是缘起法？一切法是缘起法。它缘起法这个是释迦牟尼佛，他有一个深入讲的多。他在
王舍国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，然后带他的弟子舍利佛，还有那个喀夏巴，咱们一起讨论。然后释迦牟尼当时在那边看那个舍卫城，看那个稻田刚刚出来的就那么一个苗嘛。那个时候稍微讲的那个稻田苗，中文里面完全怎么翻译，反正是意思就是稻田苗的茎。所以他这个看这个稻田，然后就讲，因有了这个，才有了这个利于本地处，所以就这样一个意思。那这个是外因的因果，外面的因果。那内因的因果就是12跟地主因可是12因吗？对。然后现在我讲的是外因的，所以这有了就这样。比如说有一个种子，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肥沃土地，然后它有水分，然后一个种子它会长出来一个树来。这个树长出来以后呢，它就叶长出来，叶长出来了以后呢，就花长出来了，花长出来了以后呢，就是果实长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都是一切因缘，我讲的都是因缘。然后再更进一步讲的话，我们先可能台湾这个地方可能没人的时候呢，也可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有很多这种锦绣河山的这样东西。然后那个地方开始农民开始做农田的工作，然后越来越大，就变成一个村庄，几个房子村庄，是不是？然后再到城市来了，城市来了以后呢，那有很多这方面的学校，有学校的话，学生、老师，还有全部寺庙啊，然后和尚啊、禅师等等，这全世界的一切法是因缘而来，一个一个连接在一起，没有一个单独的独立的生存的。所以这些我们所看的一切凡是因缘而起，说这些都是实际的存在的，因为各个因缘而存在的。但是我们再进一步的研究，那就它失去了它独立的生存。正因为独立的生存，才叫空性。因为它不是独立的生存，还是靠着其他的外因，很多外因才生存的。然后这些外因把它我们分开去的就没地方。比如说我们的车子，是不是？车子有2000多个零件组成的，然后我们可以开车，也名字叫做车，也各种车。但是我们把2000多个零件把它分开出来，摆在那个地方，你只拿一个是车子，你点的话，你没办法点的，每一切都是没办法你点这个车子了，甚至不用说车子，连车子的名字是不存在的。所以这就是空。所以我相信很多你们大家都会念心经吧，所以心经里面讲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是不是？就色就是形形色色的这种体，是不是？我们所看的山水车子什么东西，所以凡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眼睛，凡是我们可以所摸到的东西，都是色。这种色就是空，色就是空，它的本性就没有独立的生存，所以叫做空。那个空也是不是另外一个空，而是它自己本身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
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就是《心经》的内容也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一切法是因缘而起，而它的本质还是一个空。所以释迦牟尼讲的有很多philosophy，这是一个普遍的根本的一个法，这个法。那这是一个讲的法，我就讲这么一点。那现在我就传阿七法。阿七这个是不是一种神话出来的一种这种的一种护法了？它是一个真正的人出现在大概60年代，那个60年代，对，就那时候九宫提示，现在我们可以去九宫拉萨东部可能180公里左右的地方，九宫主要的寺嘛。那个没到以前有一个天地上有一个，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多石头堆起来的一个，就是阿七诞生的地方。那以前都是那个地方都是牧区了，没有很多农民了，所以呢，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是一个堆着一个石头。现在好像听说是盖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亭吧，是那个阿七诞生的地方。那个是他们2个夫妇要求一个小孩，然后他们到尼泊尔去，尼泊尔那个佛塔双阳谷在那边去，然后那边人问你干什么来的，然后我们就要求那个小孩，然后他们2个在那里转求这个小孩，然后以此电呢，他们梦出来一个，从东方放出一个很大的光，融入到那个母亲的她妈妈的那个身体里面去，然后再把它光呢放到他们的家乡，有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梦到了以后，然后交给她的老公。我也好像是一个很光的这种一个梦了，所以他们2个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，那肯定我们现在可以回去。所以呢，回去以后呢，他们生了一个女儿，那个是刚刚呢就生的时候，可能声音的时候也是哒啦哒啦哒啦，哒啦就是啄毛嘛，绿度木的嘛，这种一个声音，所以其实阿基是一个杜牧的一个，从序部高一层讲的话是杜牧的化身。然后那个呢，就15代的在人生中普度众生。然后阿基那个时候呢，他说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人间的转世。然后他去12岁的时候，就父母都去世了，然后就离开到青海那个地方去，某地方。那现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山洞，现在那个叫做玉树，很近，25公里的玉树州的，现在有新的机场叫做巴汤机场，那个地方山也有阿七山上有一个显现的也有一个阿七洞，所以他在那里成家一个特别的家畜，那个家畜的那个传承是好像是小孩是他一个天女和那个家畜合成，然后一个小孩从天里面掉下扔下来的，叫做丢热法嘛的，丢就是扔的家畜，这个功能。所以那样一个大概7、8代就是阿弥陀佛教授的成家，然后下面是4个小孩，然后这个最后最小的那个结婚以后生了主公的那个主师，我们主公叫吉德松公，所以阿七是主师吉德松公的祖母，然后叫阿七就是祖母的意思，这样一个。
灵供法啊，这是这么一个灵寿。一是这个意思啊，那如果这么去叫我，前几年就办这个的，今年我们决定10月10号就开始跟这个跟今年10月10月10号就2个月，是2个月2个月10天就完成，那我的责任就完了。那个法王即将要闭关了，对啊，闭关，对，就不再对外了，所以我们很幸运，是。基督教的就是基督教的，牧师，就是基督教的，是天主教的，回教的是另外一个，有一个回教的。这个是道的，这个是道的，这个是佛的传教法师的。大日如来啊，他们现在里面就第2次世界大战所有的牌在里面。小朋友，我小的小学生，1年半一次，每年一次。在哪里？在这边。